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台中的消息，台中的孔庙有一项祈福祈愿的活动，这摆特别开放大圣殿，和考生甲家长入来参拜，手入这个祈福的水晶球甲仙师进行对谈，希望讲透过精神甲心灵的支持，和每一个考生拢会使考到好成绩。 有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英的带领虔诚拜拜，替现场100位考生来祈福。率来今日来大圣殿手持祈福水晶球，甲控处讲家己的愿望需求。今年特别开放大成殿，让家长、让考生可以进到殿里面，有一个祈愿球来跟孔子。 好，至圣先师来祈福。台中市民政局讲，今年祈福活动，期待考生若让专心表示，就透明。为了这个祈福活动，市府开放大圣殿，让考生和家长必来参拜，和心灵有一个寄托。你来跟这个至圣先师来祈祷，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除了参拜仪式，现场有安排挂祈福卡活动，希望有空主的保庇，让每一个考生都让考到好成绩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